我很想就喝一次，喝酒喝醉啊！我不知道我喝醉会怎么样。你在家里面关上门，你喝醉了又能怎样？不能喝啊！就你老婆抓狂，老婆会骂。哎呦，这个是这辈子都没试过，还是有醉过？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是以为年轻了，20来岁的时候。那是因为什么喝醉呢？本来就不喝酒的，就是那个时候有一角 Casper 的酒，啤酒吗？啤酒。喝了多少呢？一半。大家可以笑一下，没关系，此处你们可以笑一下。这个我也嘲笑我自己。你想过你会有这么长的演绎的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吗？我从来不怀疑，就只要你喜欢，你就可以，你能撑着，你能接受，不管高高低低，只要你享受，没有人赶你走的。就好像我像现在当导演，人家问我，哎，你当导演多少钱了？那我当导演，现在新导演多少钱了？10万了，那就10万了，因为我是新导演嘛。你要接受这一种的，就是演员也是，现在市场不好，你就往下调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怕什么？人家跟你说，哎呦，他没以前贵，也不是要怕。那是因为你一直保持一个红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内心底气是在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认为我到了一个事业瓶颈期？自己是很焦虑、很痛苦的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在这一行的生命蛮特别的。这个世界你会看到很多人红，忽然间很红。那我都是这样，可能那条线一直很高。我好像我有没有下去过？没有。我也觉得没有，因为现在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告诉我，哎，你为什么票房？一直没办法上去，就比如说现在香港的演员，那如果跟我这一种一样的，那大家会觉得，你好像在他们票房在他们底下啊这样。那我又想一想，因为世界真的有很多真的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产品上面的事情真的不能强求的。我一直都会觉得我这个产品，我觉得应该是卖的，结果它不卖。你的一个产品，你觉得该卖的它不卖，你的一个电影，打击有的是哪个？最大的解救吴先生。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出名的？很早了吧？你说我看了你多少年了？我钱都在香港，让你香港的家里人把钱打过来，行吗？我觉得那个应该要好的结果 OK 啊，结果不差，但是不是我想象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打击最大的。让你最搞不明白的，你觉得没有那么好，很好的，你不要说了，多的是，多的是。你说一个明星他一直这样火，总会有一天就这个气过去的那个时候吗？我觉得发哥啊，或者是曹伟啊，我认识的这群人，那我不会觉得他们未来会有什么大的事情让大家完全改变他的形象，他们会一直留在大家的心中。那我会不会？我会，但只是他可以说，哎呀，这一次这个红地毯，他歌迷比较多啊，他鼓掌比较厉害啊，什么，他只可以这样比下去。但是我觉得留在人的心里，不管你红不红，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会有。就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艺人，除了你的那个创作以外，在最后留下你的品格在那边。就可以，很欣慰了。